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接下来请收看《澳门万象》。澳門萬象由華發股份獨家特約播出。歡迎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我係劉聰哲。喺週末版嘅節目當中，繼續嚟到關心同博彩業相關嘅話題啦。盤點下2011年嘅澳門博彩收益啊，全年嘅博彩毛收入咧係2678億澳門幣嘅，增長咗42%。咁啊，同埋受到咗相關利好消息嘅影響咧，相關嘅博彩股票嘅股價咧，亦都係全面上升嘅。2011年是澳門博彩業的豐收年，儘管受歐債危機和外圍經濟因素不明朗，賭收仍然節節上升，一枝獨秀。全年埋單博彩毛收入高達2678億澳門元，比2010年增長了42.2%，賭收再創歷史新高。受利好消息影響，澳門博彩股股價星期二全線上揚，升幅在1.1%到3.2%。這天漲得最多的是金沙中國，股價漲了7毛錢，其次是美高美和永利澳門。年底假期特別多，單是4天的聖誕假期入境旅客超過46萬人次，賭收也跟着水漲船高。剛過去的12月，博彩毛收入超過236億澳門元，但賭收的升勢到年底已經逐步放緩，比11月下跌近8個百分點。早前多家博彩業者已經預計新一年全球經濟依然存在許多不明朗因素，加上歐債危機有可能進一步惡化，預料澳門博彩業也不能獨善其身，賭收連年創下40%增長的神話可能無法再繼續延續下去。歡迎今日光臨澳門萬象嘅嘉賓係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嘅陳炳強理事長，歡迎陳老師。係，主持好，大家好。共同嚟關心博彩業嘅相關話題啦嚇。咁啊睇翻02年嚟講，對於澳門賭權開放博彩業嘅發展，其實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喺一齊嚟盤點下先。澳門博彩嘅發展咧，可以追溯到02年嘅2月8號，咁當時有18間嘅公司係參與競投啦。特區政府將博彩經營權，亦即係大家經常講嘅賭牌，批發俾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啦、銀河娛樂場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同埋航新旗下嘅澳博。咁賭牌就變咗係一分為三啦，咁啊一主三副嚇啊，同埋跟住就係發展到今日咧，就共有34間賭場啦。5379張賭台同埋15900張嘅老虎機，賭牌一分為三，跟住又有三主三副，而家等於係嚇。係，咁就從嗰個賭權開放之後咧，真正實際上引入競爭咧，應該可以講從04年開始啦，因為金沙落成投入運作係由04年開始嘅。咁之後我哋都睇到每一年嗰個博彩毛收入咧，基本上都係持一個正面嘅上升啊，而且個增幅咧都係比較大嘅。咁直至到2011年剛剛過去嗰一年啦，我哋增幅有42%。咁其實我哋睇得到咧，從呢個回歸之後到呢個2011年嗰個增長咧，嗰個增幅比較凌厲啊，睇得到其實咧都係主要有內地嘅賭客咧源源不絕咁樣進入到澳門嘅賭場，咁令到澳門嘅博彩業咧取得一個持續上升嘅空間。咁當然啦，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睇得到澳門咧其實嗰個賭業包括賭場嘅設施啊，同埋嗰個發展嘅營運方式咧，佢都係作咗一啲努力嘅。咁其實係啦，亦都無可抹殺啦。除咗有內地嘅客源之外，本身澳門嘅博彩營運商咧，亦都作過啲努力。咁喺呢個區域嘅競爭上面咧，亦都顯示到咧，佢係有佢嘅優點喺度嘅，所以就支持咗澳門個博彩業咧能夠持續咁樣發展。咁啊，講到澳門博彩業嘅發展，好多人都會經常同美國嘅拉斯維加斯作為一個比較嘅嚇。咁但係而家你哋從嗰個博彩嘅收益啊，同埋嗰個規模上，其實澳門係超過咗美國拉斯維加斯係至少4倍或者以上嘅。咁但係其他方面仍然係有我哋即係同佢相比有不足嘅之處嘅喎。係從博彩毛收入嚟講，我哋而家基本上可以結算啦，係同拉斯維加斯可能超過佢4倍幾甚至5倍嘅啦。咁但係至於譬如喺其他方面，咁澳門因為有澳門嘅市場營運特點啦，就好難咧簡單咁樣同拉斯維加斯比。但係你譬如話喺嗰個酒店嘅服務質量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服務設施嘅提供嘅多元化方面啦，確實咧同拉斯維加斯係有一定嘅距離。特別喺呢個一個博彩業或者旅遊業方面咧，其實就係一個服務業，就係講人嘅質素，提供服務嘅質量嗰個比較，同埋要提高高質素咧，先至可以吸引到旅客嘅。
咁喺呢個方面咧，澳門確實咧就有好大嘅改善空間。咁至於如果話講硬件設施，譬如個旅遊設施啊，或者非博彩元素嘅投入，我哋係咪一定要簡單咁樣同拉斯維加斯去比咧？係咪一定要同數量上拉斯維加斯有相應嘅配套嘅非博彩元素，澳門就一定亦都要相應配套，先至顯示到澳門係進入一個現代嘅一個旅遊城市咧？我覺得呢個咧就必須要實事求是去睇澳門嘅市場特點，因為澳門係好背靠有祖國大陸。咁你譬如一啲非博彩元素，譬如一啲係自然景觀啊，或者人文景觀嘅嘢，咁你喺澳門你發揮呢個專長咧，恐怕你唔係你嘅優勢所在。咁至於其他一啲娛樂性質嘅配套嘅非博彩嘅項目，咁究竟適當要引入幾多先至符合澳門嘅嗰個地域啦？咁因為呢啲設施咧，亦都需要一個比較廣闊嘅一個地理嘅空間嘅。咁澳門其實真係只有30平方公里嘅土地，你如果好似拉斯維加斯有成200間賭場，每間賭場個面積都比較大，佢可以容納比較多嘅非博彩元素嗰啲娛樂設施投入。咁澳門可唔可以咁樣投入呢？我覺得亦都要實事求是，特別係將來同橫琴或者同廣東省嘅旅遊整合之後，澳門係咪一定要咁樣簡單化去同拉斯維加斯嘅非博彩元素睇齊咧？我覺得呢方面咧要實事求是去研究。同埋呢啲旅遊嘅多元嘅元素方面，其實都要考慮翻有啲澳門特色啦，同埋結合翻自己嘅自身優勢嚇。咁啊睇翻澳門而家好多大型嘅娛樂場嘅多元嘅啲設施咧，即係佢哋營銷上嘅一啲嘅活動啊，或者係嗰個項目嚟講，其實都比較豐富嚇。因為有賭場有3D 影院啦，有一啲大型嘅賭場有購物中心嚇。好大型嘅購物中心喺路氹城有，咁亦都會有一啲大嘅賭場係有音樂噴泉啊，或者其他各式各樣嘅表演，其實即係比較有佢哋自身特色嘅喎。所以我哋都睇得到咧，喺賭權開放之後引入嗰個博彩業競爭，咁喺呢方面睇得到咧，好多啲非博彩元素嗰啲娛樂設施咧，確實係豐富咗澳門嘅旅遊嗰個內涵嘅。咁但係咧，呢啲非博彩元素究竟佢可以對於拉動澳門嘅真正嘅旅遊業成長有幾大咧？咁我覺得呢個仍然係要實事求是去評估，因為咧旅客佢進入一個城市去消費旅遊咧，佢一定有嗰個特定嘅選項嘅。咁當然，如果澳門能夠包羅萬象，可以迎合到不同嘅旅客，咁對澳門當然係一個最好嘅。但問題，澳門即係個城市咁細，如果你樣樣都包羅萬象嘅，其實有冇可能呢？呢個一定要問自身有冇可能提供得到呢個土地同埋人力資源去發展咁多元化嘅旅遊配套。而且你發展咗咁多元化嘅旅遊配套之後，旅客佢嚟嘅重點，佢係咪真係一定要去揾呢啲非博彩嘅旅遊元素咧？因為佢有時會選擇有一部分可能喺珠海替代得到，或者喺其他地方替代得到嘅，佢就未必重點嚟澳門去揾呢部分嘅項目嘅。咁所以每一個地方都應該有個特別嘅賣點。咁我始終認為咧，博彩業係澳門最大嘅賣點。非博彩元素嘅旅遊項目咧係一個重要嘅配套，但係呢個咧點樣配套個比例咧，應該要實事求是，就唔能夠簡單輕率去做一個話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嘅。因為呢個多元嘅元素其實都唔係為咗多元而多元，都係要適合翻澳門本身嘅特點啦，同埋優勢嘅嚇。就好似有啲朋友話去某一啲地方嘅餐廳啊，見到好細間大排檔都寫住豐儉由人，南北大餐。火鍋西餐、中西各式各樣即係你見到佢乜都有咧，就乜都做得唔好嘅嚇。咁所以即係多元嚟講，其實應該喺澳門博彩業蓬勃發展嘅同時，係配套嗰方面做得好，而唔係越多越好嘅，即係唔係盲目咁樣為咗多元而多元嘅。咁睇翻呢幾年澳門博彩業嘅高速發展啦，澳門未來定位好清晰，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嚇。咁其實即係話澳門喺未來嘅發展過程當中，有邊啲優勢係可以繼續發揮發揚？邊啲地方其實仍然係有好多改進空間咧？其實係咪即係服務品牌嗰方面？其實咧話提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最大嘅特點就係一個起碼有一個休閒方面。如果假如我哋回到頭先所講嘅，澳門係一個包羅萬象嘅旅遊城市，所有各地嘅旅客或者不同形形色色嘅旅客，高檔次、低檔次或者中意博彩嘅或者非博彩都集中喺澳門嘅。以30平方公里、50幾萬嘅澳門常住居民，點樣去應對呢啲旅客呢？如果你應對唔到嘅，滿足唔到啲旅客嘅，對旅客嚟講，佢係咪休閒呢？如果所有都集中晒喺澳門嘅時候，其實佢一啲都唔休閒，佢出入可能交通對佢嚟講係非常之煩躁，非常之唔休閒。去到一個消費場所，可能人逼人，對佢嚟講一啲都唔舒服，一啲都冇旅遊嘅趣味。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所以話
呢個休閒係澳門嘅特點賣點。咁點樣做到咧？所以我哋就應該有重點去推介我哋嘅旅遊產品項目，譬如博彩業係我哋嘅重點。而博彩業之中，亦都回到究竟係走一個貴賓廳路線啦，還是中場路線？如果你走中場路線嘅，你肯定係鋪天蓋地去宣傳呢個博彩業賭場，咁然後就好多嘅形形色色嘅，或者一啲消費力啊，或者博彩賭資唔多嘅人，但係佢人數個量就好多，佢擠迫喺賭場裏面，擠迫喺關口嗰度嘅，咁樣造成澳門亦都體現到唔到休閒嘅特點嘅。所以我覺得咧，要突出休閒，就係澳門一定要選好你自己嘅路向，究竟係喺發展邊一種旅遊項目係澳門嘅長處？喺發展譬如博彩業係一個長處嘅時候，究竟係走高檔路線啦，還是係走大眾化路線啦？因為大眾嘅路線亦都牽涉到咧更多嘅人可能受到呢個問題賭博嘅困擾嘅，所以呢個亦都係必須要深思。我哋做事一定要全面系統去分析，唔好話抽件出嚟啊，邊決好邊決好，我哋就去思考。有啲嘢係一把刀兩面有利有弊嘅。係啦，咁啊，澳門博彩業喺高速發展嘅同時，亦都有一啲社會問題需要關注嘅，例如頭先老師都提到咗一啲問題同埋病態賭徒嘅問題啦，同埋一啲同賭場有關嘅犯罪，我稍後翻嚟繼續關注。這裡棲息着一切的自然和美好，我們守護着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投入、體味，傳承一種生活的文化。它的名字叫莊園，華發生態莊園。獨特視角直擊最火辣的新聞熱點，獨立觀點洞察最隱秘的新聞真相，獨到評說，解讀最複雜的新聞關係。澳亞新聞每晚8點。從台灣觀點帶你深入了解台灣，探索大街小巷的台灣民俗風情，掌握最火熱的台灣經濟動脈。敬請鎖定《走進台灣》。回溯歷史瞬間，揭開塵封檔案，穿越時空迷霧，探究未解之謎。澳亞衛視重磅推出《大歷史一角》，帶您一同解密那些鮮為人知的歲月傳奇，探索澳門，包羅萬象，解讀時政，直擊民生，關注新鮮事，為小市民發聲。獨到風格，開拓您的視野，爭鋒對話，焦點事件，盡在澳門萬象。出行天氣。今日要聞，健康養生，典藏美味，法律百科，視聽饗宴。每天早上7點鐘，敬請鎖定澳亞衛視全新的《青青早茶》，精彩不容錯過。每天中午用30分鐘帶給您梳理清晰的新聞資訊，無論是國際大事、台港澳動態，還是財經資訊，明年全球經濟增長換元。午間報道，每天中午12點，給您一整天最需要的資訊能量。好，繼續鎖定澳門萬象，我係劉宗志啊，再嚟關心同賭場相關嘅消息啦。警方最近破咗一個詐騙集團啦，詐騙集團係成功用一啲銀聯卡係詐騙咗賭廳嘅上百萬元，當然最終仍然係難逃法網。你幹什麼的？修理汽車的。我送石油氣的。以為穿的光鮮點就可以裝個有錢人，在電影世界中，這種老掉牙的橋段早晚會穿幫。不過在現實當中，就有騙徒成功裝大款，
不用出1毛錢就騙去貴賓廳上百萬。碌卡咧攞錢嚟到咧，即係個手續費即係嘥咗。嗰個廳咧就係當時亦都派人咧就係同佢哋一齊咧就去出去咧就係check 嗰張卡啊，咁咧就撳個機裏邊咧就的確咧就係有200幾萬嘅現金喺裏邊嘅，咁就於是就借咗120萬港幣俾佢哋。賭廳不虞有詐，也沒有把銀聯卡扣起。沒想到疑犯差不多輸光光時，其中有一名男子帶着銀聯卡偷偷溜走了，留下了2名同黨，當場被抓起來。警方表示，2名疑犯只有30多歲，都是江蘇人。他們供稱那張銀聯卡是屬於別人的，只是拿來向賭場騙賭本。俗話說10賭9輸，這個詐騙團伙以為可以無本生利，如今還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咁近幾年傾到咗相關嘅犯罪嘅時候，好多案件仍然即係類似嘅手法都係屢屢得逞嚇。不過當然最終都係難逃法網。其實呢啲相關嘅賭場嘅職員，可能未來喺工作當中嗰個警惕都係需要不斷咁提升先得。係啊，咁犯案嘅手法咧就有用高科技，亦都有嗰啲係好傳統嘅，係一般唔係話科技性咁強嘅一啲犯案手段。咁總之有錢揾有利潤嘅，咁可能就會容易吸引咗一啲犯罪團伙啦，去喺呢方面打主意啦。咁我覺得咧，咁涉及到高科技，咁當然你就亦都要相應有用科技嘅手段去偵破啦。咁有啲咧屬於啦，譬如個職員審核，譬如有啲信用卡啦或者銀聯卡啦，咁簽帳啊，究竟係咪呢個客戶嘅身份啊等等。其實呢啲咧透過職員嗰個責任心同埋一個相關嘅專業一啲知識啦，咁我相信咧都係可以容易識別嘅。但係當然啦，有啲職員咧可能會比較粗心大意，或者咧只係從一個形式上、程序上我檢核過啦，俾個帳戶呢個卡裡面有錢啊。但問題嗰個卡係咪呢個當事人嘅，或者呢個當事人究竟佢係處於邊種狀態提供呢一個咁嘅卡？佢會唔會到時用金錢退學啊，或者其他方式走咗佬啊之類嘅？咁我相信呢啲咧透過博企啊，或者甚至政府透過呢一啲培訓，點樣可以令到一啲從業人員加強警惕咧？我覺得呢啲都係好需要嘅。咁站在一個從業人員啦，亦都係做一份工啦。咁你亦都要有一個責任心，同埋咧亦都加強自己嘅知識，就唔好純粹一種程序化去做嗰樣嘢啊。譬如簽信用卡，人哋你只係簽咗，咁究竟個卡係咪真係嗰個卡主嘅？你仔細核對一下，有時咧就會往往一啲破綻咧就會發現到，咁就會減少一啲啦犯罪活動得逞嘅機率嘅。其實好多犯罪分子係連續做案咗幾次咧，就留低咗更加多嘅線索，咁啊仲加便於警方破案啦嚇。咁仲有就係話睇到咗一啲同賭場相關嘅一啲罪案之外咧，咁啊每逢週末咧，我哋亦都會持續關心負責博彩嘅相關話題，都會同大家一齊嚟到睇翻一啲相關嘅個案啊。咁啊喺尋日節目當中都有傾到，其實博彩業嚟講，對於好多賭徒嚟講，佢嗰個影響都好大，尤其係有一部分比例係從事博彩業嘅一啲可觀啦，佢哋慢慢都會涉到，甚至乎成為一啲病態賭徒啊。睇翻啲個案分析。嗰刻我真係覺得自己咩都冇晒，點解我個人生可以咁悲慘？厭世、自殺、被追債、家人疏遠，只有20多歲的阿詩，在淪為病態賭徒之後，人生一下子跌入谷底。04年的時候，阿詩因為沒有考上大學，看中荷官的高工資，轉投博彩業。起初只是想先做2年，賺夠未來考大學的學費。不過入了賭場之後，裡面的燈紅酒綠讓他忘記了曾經的理想。我見到身邊啲同事個個都即係食好住好啦，又名牌咁開始我就同佢哋一齊都係享受呢種生活嘅。工作環境的攀比風讓阿詩成了月光族，每月的工資早就不夠用，尤其是每天看到一些賭客以小博大，阿詩覺得自己既然是做這行的，可能會有更大勝算，於是自己下班後搖身變成賭客。見到啲人呢會放晒啲籌碼喺嗰張台度，咁就會贏錢嘅咯。咁見到啲人贏錢嗰時，喂，梗係心喐㗎啦，想贏翻筆。咁之後我就開始喺自己落班嘅時候呢，咁就去其他賭場度。咁初頭嘅時候都諗住自己係唔同其他賭仔一樣嘅，因為我自己裝好人嘛。咁對嗰啲賭博嗰啲玩法呢，其實我自己都了如指掌。但是事與願違，阿詩在他最熟悉的賭桌上輸了50多萬，控制不住的賭癮讓他和家人朋友越來越疏遠。呢個同屋企人講大話嘅，我話自己同人哋夾份喺網上做生意，但唔夠成本買貨。咁
咁就問咗屋企人借咗1萬蚊啦。嗰時我有諗住戒㗎，但心喐喐又要賭翻鋪咯，因為我真係想追翻我之前輸嗰啲。不過阿詩還是幸運的，最終在專業機構的幫助下成功戒賭。但是根據社工局統計，目前受訪者當中有2.8%已經達到病態賭徒的程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博彩業的確係吸引咗唔少嘅年輕人加入啦，因為呢個個案就係佢當初係因為冇考到大學，就諗住揾啲錢，即係揾啲學費，然之後再考大學。但係入咗賭場咗之後，即係朋友圈子少啊，由呢個社交賭博開始咁變咗自己賭錢啦，尤其係為咗滿足自己嘅嗰個喺物質上嘅追求，就不斷咁沉迷，最後就係輸咗成50幾萬蚊嘅難以自拔。後尾自己自殺有諗過，跟住同屋企人關係又唔好，當然最後成功戒到，即係佢都有奉勸所有朋友其實真係冇沉迷賭博，因為呢個講到工作關係對，即係工作環境對於呢個沉迷賭博嘅影響其實都好大嘅嚇。係冇錯，喺呢個即係每一個人咧，佢最弊嘅地方咧，就係往往會高估咗自己嘅自控能力。咁由於博彩業咧，確實佢比較雙刃劍啦，咁佢能夠為澳門嘅經濟社會帶嚟正面嘅效益嘅同時，亦都造成一啲好大嘅負面影響。而嗰個最大嘅負面影響當然就係產生包括有病態賭徒啊等等呢啲問題啦。咁而病態賭徒點解佢會沉迷於博彩業咧？佢最初嘅原先肯定係多種因素啊，其中有時諗住玩下，我個自控能力好強啊，或者我本身就係一個博彩嘅從業人員，日日都見到上落呢個牌局點樣，咁或者以為自己肯定比其他個賭徒更加熟悉，容易捉到路，咁就以為我嘗試玩下，咁玩下其實佢自己都不能自拔，而且所謂捉路肯定呢個係捉唔到嘅啦，只會自己沉迷落去，最後咧就變成咗可能負債累累，咁就引申到剛才類似啲個案，可能就要自殺啦，或者甚至有一啲個案就變成咗要還賭債，要做出啲非法行為去偷啊、去搶啊等等。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對於點樣防止呢個博彩業嘅負面影響咧，首先一個真係要從一個教育點樣去令到一個人真係要客觀理性，唔好過高估計自己嘅自控能力。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對於一啲出現問題嘅人士啦，真係要點樣去能夠強制佢唔能夠進入賭場，一個教育，一個強制，一個係宣傳方面啦，點樣各方面去配合做呢個工作，先至會相對會起到一啲比較好嘅效果。如果唔係咧，呢種咁嘅博彩業衍生嘅負面嘅問題咧，就必然會存在嘅。喺呢方面，其實博彩企業都可以做好多工作，包括即係對佢哋自己員工嘅一啲宣傳啊，同埋一啲壓力嘅疏導。因為好多博彩員同我哋講，其實佢哋賭錢都係為咗舒緩壓力，尋求少少刺激，甚至變成一種所謂嘅娛樂活動嚇。咁呢個其實即係相關嘅企業都可以做一啲功夫嘅。咁另外一方面嚟講，就話佢哋會覺得。即係識睇路嚇，頭先你都有講到，真係識睇路佢就唔使做呢一行啦嚇。咁所以其實賭場有一個名言叫做唔怕你贏錢咧，最怕你唔嚟，因為你嚟玩得多，長久必輸㗎嘛啊。係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咧，只要稍為有少少理性嘅人都會知道你啲長度必定會輸嘅。如果唔係嘅就賭場老闆調翻轉係幫荷官打工，荷官就自己做大老闆啦。咁事實上現時我哋未見到有邊個荷官能夠調翻轉係賭場大老闆幫佢打工啦。咁從呢個實踐嘅證明，你作為荷官，你以為自己可以捉到路，或者自己有咩心水可以喺賭台上讓到呢個賭場，只要呢個賭場嘅遊戲規則係公平嘅，係公開嘅，係冇造馬嘅，大家都會知道個讓面率一定係賭場嗰度嘅，因為嗰個概率各方面都係已經決定咗賭場一定會優勝於賭客嘅，所以你話捉乜嘢路嗰啲，但係我哋亦都要實事求是睇一啲個案。如果話賭徒咧必然賭親都輸嘅，咁呢個就唔符合實際。所以點解我哋勸喻一啲人唔好去參與博彩業，仍然有咁多人咁蜂擁、咁不理智咁樣參與博彩業咧，就因為事實上佢係可以真係呢個過程中讓到個錢嘅。因為我哋都睇到啦，譬如我哋賭台嘅殺率，譬如百家樂，其實實際上都係3%，即係話其實有好大個比例其實係賭徒係會讓嘅。只不過我哋強調喺長賭落去必定輸，但係一個短暫嘅過程啦，其實佢唔一定輸嘅。但我當然我唔可能鼓吹呢個問題，因為如果咁樣，可能啲賭徒就會覺得，我讓面都唔細喎，我都可以去賭。但問題你一旦沉迷咗落去，你就會不能自拔嘅。咁到最後你必定會輸落去。但係如果我哋要去教育一啲
賭徒，或者防止啲賭徒，我哋一定實事求是去全盤去分析俾呢啲廣大市民知。佢從個概率佢係有機會會贏嘅，但係你贏咗你根本唔值得開心，屬於所謂贏粒糖你輸間廠。你贏係有機會會贏，甚至喺一個過程可能你真係會贏到大錢嘅，但係你一定唔會放手，咁你一定會輸翻落去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咧點樣教育一個市民唔好沉迷賭博，你一定要全面，唔好話你一賭你必定輸嘅。如果咁樣，佢一定會話你都傻嘅。我邊有輸啫？我明明邊個朋友或者自己已經連續幾晚都贏緊啦。所以呢啲教育咧一定要切合實際去，譬如從個心理素質，包括佢點解沉迷賭博，或者當初係咪有啲唔如意嘅事去沉迷。好啦，沉迷咗之後，佢以為會繼續贏落去，你就要話俾你聽，你喺呢個過程點解會輸，一定要好科學、好理性、好有針對性佢先至會有更好嘅效果嘅。係啦，咁其實即係就算贏咗錢，關鍵自己嗰關過唔到，因為自己會貪心，唔會走啊嘛，所以長賭就必輸啦嚇。係啦，多謝陳老師，多謝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我哋再會。澳門萬象由華發股份獨家特約播出。